愿下这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过一届组织，做伙来穿军衣，来敬拜伊，伫分享的大心，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全要困求你的信心，即是讲三个底底，开阮的心，也开阮的耳孔，阮通互你的话，真是讲阮生命的内底，成做阮的帮助甲快乐。也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内底，将你的话行出来，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今日看的这段经文是照新眼光读经的进度。咱今日的进度是历代志下第6章的12到42节，因为有一点仔长吼，所以咱读其中的一部分。这段经文是所罗门王伊将圣殿起好完成了后，伫咧奉献圣殿的仪式内底，向上帝所做的一个祈祷。教会即马也当在为咱将来的礼拜堂的重建，要来做规划甲准备。我想通过今日这段经文，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关系教会、关系教堂的几件真重要的代志。也愿上帝互咱所做的决定会当合伊的心意。但是，咱要做伙来想，敬拜的对象到底是上帝，还是圣殿？以色列民族因为因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上帝所立的约，互整个民族成做上帝所拣选，也领受特别恩典的一个民族。因的生活也通讲是用敬拜上帝做中心。以色列人对上帝敬拜早期是伫会幕来进行，通过献祭，因和上帝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当圣殿起好了后，这个敬拜中心就转移到圣殿。逐款的制度、逐款的礼仪也通讲更较完备、更较稳定。所以对安尼来看，圣殿会当完成，对因来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也当正人面对这个完成的圣殿，真欢喜的是，有智慧的所罗门王，甲这个百姓提醒几件代志。第一，只有上帝是敬拜的对象。伫第14节经文安尼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天顶地下无一个神明亲像你，你对遐个一心一意顺服你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只有迄位至悬至大、信息未改变，也满满有恩典慈爱的上帝，是应该受敬拜的。圣殿搁安怎水，搁起到搁安怎悬大，拢只是人的手所做的，无应该成做敬拜的对象。所罗门伊会特别甲众人做即款的提醒，我想这是有原因哈，因为这点是人上在会犯到的一个错误。人的目睭真够互即个看会到，也是讲真水的物件来吸引，将即个物件当作对象来敬拜。咱有印象，伫创世纪内面，咱的始祖亚当夏娃，因所犯的罪是甚物？食迄个上帝命令所袂使食分别善恶的果子哈。圣经有写讲，迄个果子安怎生了？悦人眼目，都看起来真水、真好看哈，真好看。这是一件有一点危险的代志哈。但是咱的目睭会受吸引，受迷惑，所以至高将迄个对象来当作是敬拜的对象。所罗门王已经有智慧在提醒所有的百姓，只有上帝，只有迄位独一的上帝是咱敬拜的对象。即马圣殿虽然起起来，但是咱毋通犯这款的错误，毋通将圣殿当作咱敬拜的对象。第二，所罗门王伊也提醒所有的百姓，圣殿袂通限制上帝。18节安尼讲，上帝啊，你敢真正要甲世间人住伫地上，天甲天顶的天拢无够通互你住，何况我所起即间圣殿？所罗门伊知影，有限的人真需要看会到圣殿，会当遵照来执行的这个仪式，通过安尼来体验上帝的同在。但是伊咧提醒所有的人，一定要记得，
毋通用人的经验、人的想法，也是即个看会到的圣殿来取代上帝，来限制上帝。对今日的咱来讲，咱嘛得来思考，伫咱信仰的生活内底，是毋是做咱惯势？咱感觉安尼做一定无毋对的代志吼。这是毋是会限制咱的一撮想象吼？咱是毋是有留一撮空间，愿意互上帝来塑造咱，来改变咱？这是咱会当做伙来想象的。所罗门伫这段经文内底所表现出来，也互咱真清楚看到，伊知影圣殿的起造是要来荣耀上帝，毋是要高举人的名。所罗门所起造的圣殿，咱通常甲伊称作是第一圣殿吼，第一的圣殿吼。伫当时世界来讲，伊所起的圣殿，通讲是上界先进的建筑物吼，上界水、上界宽大。但是所罗门伊真清楚，这起这圣殿，毋是要高举伊家己的名，是要来荣耀上帝吼。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提醒。咱若看圣经内底另外一个咱真熟的故事，就是巴别塔。巴别塔起造了后，最后为什么失败？因为因起巴别塔是要来高举人的名，最后就缔造失败哈。所以咱真清楚知影，圣殿是咱敬拜上帝的所在，是要荣耀上帝的所在，毋是要高举人的所在。接下来，咱要做伙来进入到祈祷的这个主题。祈祷，互咱通甲上帝来建立关系。毋知大家敢有注意到吼？即礼拜和顶礼拜以及顶礼拜，咱主日讲道的主题拢和祈祷有关系，有印象无？有吗？真的吗？毋是阮三下约好哦，吼，阮是分开去找经文、找主题，但是最后拄好连续3礼拜拢和祈祷有关系一个主题。祈祷对咱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祈祷就是咱要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管道吼。咱真熟悉的大卫王，也就是所罗门的爸爸吼，伊通讲是以色列历史内底上界伟大的一个王。圣经对伊的评价是讲，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伊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困难挑战，也是伫成功顺利的事。甚至是伫伊犯罪得罪上帝时，伊拢无袂记得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拄着困难，伊就求上帝来帮衬；平安顺利的时，伊就向上帝来献上阿乐；犯罪得罪上帝的时，伊就祈求上帝来赦免。伫所罗门王做王的早期，伊和上帝的关系也阁袂歹吼，和伊的爸爸小可有信啦吼。但是真可惜，所罗门伫伊做王的较后期的时，就离开上帝，缔造失败。咱接下来就要通过所罗门早期伊所做的这段的祈祷，咱做伙来思考。伫伊的祈祷内面有几个无共款的面向，咱也通做伙互相来提醒。第一，咱要看到所罗门伊内心有为着家己的需要来祈祷。伫第16节到20节的所在，咱今日无读的第12节、13节，咱也小可看者哈。所罗门王伊伫众人的面前跪落来祈祷，表明伊伫上帝有一个面前有一个真谦卑的态度。伊无因为家己已经是一个王，感觉家己高高在上。伊知影爱用谦卑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我想这拄是祈祷真重要的一个态度。只有谦卑的态度，才会当互咱谈上帝3千斤。一个人若骄傲，感觉家己无需要上帝，那安尼伊根本无法度祈祷。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态度。对所罗门的祈祷内底，咱所看会到的，所罗门伊也知影。伊家己会当继承大卫来做王，并毋是因为家己我尼有能力，是因为上帝实现对大卫的应允。所以所罗门有恳求上帝持续对大卫王的这个应允，互伊包括伊的子孙会当永远坐伫以色列的王位顶面。这段真明显是所罗门伊为着家己的需要，为着家己国家王位的稳定来做祈祷。咱咧祈祷的时，为着家己的需要，为着家己的欠缺来恳求，我想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吼，咱拢会安尼做。
但是相时咱嘛爱继续来学习，毋是完全将焦点拢放伫咱家己的身躯顶，嘛会当将咱的眼光、将咱的焦点放搁较远、搁较大。接续咱就来看所罗门，伊除了为家己祈祷以外，伊还阁为甚物会来祈祷？第二，伊有为百姓、为国家来祈祷。伫咱今日经文21节一直到31节的部分，所罗门伊知影，伊搁安怎有智慧，搁安怎有能力，嘛无法度处理百姓所拄着逐款的困难。伫圣经内底有记几啊件故事吼，所罗门真用伊的智慧来处理百姓所拄着的疑难杂症吼，足困难的问题伊拢有法度处理。但是咱想看卖啊，所罗门搁安怎嘛是一个人，伊绝对无法度一个人处理遮尔啊侪问题，伊的能力也是真有限，所以伊知影爱来找求上帝，爱有上帝的帮助。伫伊所治理的这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当时是非常的强盛，但是犹原会拄到逐款的灾害比如讲战争，还是讲天然的遮个灾害拢会拄着。所以嘛，真深深知影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上帝的同在。所以伊安尼恳求上帝，讲当人圣殿来祈祷的时，上帝就按落来听，也赦免众人的罪。这段经文真做犹太人因真侪较严格遵守的人因照字面做解说时因所掠调的一段经文因讲祈祷就爱圣殿的方向来祈祷，所以除了这穆斯林因祈祷的麦加以外，其实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一部分因嘛坚持祈祷就爱耶路撒冷迄个方向所以比如讲。犹太人伊若伫台湾，伊就爱先研究好耶路撒冷伫啥物方向，伊若到祈祷的时间到，伊就爱迄个方向来祈祷。甚至你人若是已经伫耶路撒冷这个城内底，那你就爱圣殿的方向来祈祷但是这实际上会拄到真侪困难问题啦比如讲你伫一个看袂到外口的空间内底，你可能就无法度分辨迄个方向所以甚至因为着要遵守这条因有发明一个物件，一个仪器啦就讲毋管到对，伊拢有一个指针会指耶路撒冷的方向。你伫室内嘛共款伫迄个厝内嘛是共款，看迄个来分辨讲啥物所在是耶路撒冷的方向。这当然是照字面来咧做解说但是我想这个重点应该毋是咧讲迄个方向的问题即是讲人愿意上帝来恳求，愿意用谦卑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的时，所罗门伊求上帝的耳耳孔来听人的祈祷，听人的欠缺需要，来成做因的帮助。所罗门伊除了为家己祈祷以外，伊也为着百姓，为着伊所要统治的这个国家来祈祷。那安尼，咱嘛着提醒咱家己，时常也为着咱的国家社会来代祷。咱若看侪社会新闻，咱会了解，咱国家社会咱会进步无毋对，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内底也有侪困难挑战，需要去克服。所以咱着会记得，常常伫咱的祈祷内面，也纪念咱的国家、咱的社会所拄着的困难甲挑战，也恳求上帝亲自来引带带领咱国家头前所要行的道路。所罗门为着家己、为着百姓、为着国家祈祷以外，伊也为着外邦人。咱较新的翻译是讲外国人啦，就是讲毋是犹太民族的人为着这个人来祈祷所罗门伊求上帝讲，这个人虽然毋是犹太人，毋是阮即族的人，但是当因愿意圣殿来祈祷的时，伊也恳求上帝耳孔听因的恳求，也祝福因、帮助因，互因会当经历到上帝的大快乐、大能力。所罗门即款的祈祷其实真无简单，因咱也知影犹太人伊其实有一个真根深蒂固的想法真深的想法，就是讲，阮以色列民族、阮犹太民族。是特别的民族，是上帝特别拣选的。阮才是通得到上帝恩典的民族，其他的民族拢伫上帝恩典以外外口，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恩典。
但是咱看到所罗门，上帝互伊有智慧，伊对上帝认识非常的矫正哈。伊知影上帝毋单单是犹太人的上帝，上帝毋单单听犹太人的祈祷若定，上帝也愿意听所有的人，上帝也是全世界的上帝。当人毋管你是啥物款的人，愿意向上帝来祈祷，愿意来寻求上帝的事，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特别临到。这点嘛，通互咱来做一个思考。伫咱的生活内底，伫咱的祈祷内底，咱是毋是常在也为着也无认捌上帝？即个咱的朋友、咱的亲情、咱的同学、同事，为着因来祈祷。因就是咱所讲的慕道友，也是讲福音的朋友咱是毋是常在为着因提名伫上帝面前来祈祷？咱是毋是也愿意通过行动，向因来见证上帝的听、上帝的能力，互因也愿意来亲近上帝？所罗门伊祈祷上帝讲，当因遮的人也无认捌上帝的人，因若有需要圣殿来恳求的时，上帝也要听因的祈祷。我想咱嘛通做伙来学习，伫咱的祈祷内面，常在为着咱四周围遮也无认捌上帝的人来祈祷。通过祈祷，我确信上帝要伫每一位的生命内底来动工，来引带带领因。祈祷所在表明的是咱承认家己的有限、家己的软弱，也表明咱愿意谦卑来超找上帝的帮助，愿意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来掌管。也只有通过祈祷，才会当互咱和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无约好的三讲拢是和祈祷有关系祈祷是咱上界基本人讲咧练功夫的这个蹲马步，上界基本的基本功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祈祷就是咱的基本功。通过祈祷，咱才通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伫咱的教会内底正有咧进行几项祈祷的事工。第一项是中保大祷，要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你若愿意，你会当受训练来正做中保大祷的同工，为着众人来大祷。若无，你嘛会当将你的需要，将你所知逐款的需要欠缺写伫大祷卡顶面，或者同工会当为着这个事来大祷。来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另外，咱拜四暗7点半到8点半，有咱全教会的祈祷会。伫祈祷会内面，咱会为着咱个人、为着咱的家庭、教会、国家、社会、世界，逐款的需要，咱做伙来祈祷。个人的祈祷当然真重要，但是若会当有群体团体的祈祷，做伙来祈祷，我想要更较有气力，要更较明白上帝对咱的心意。所以要邀请大家当做伙参与伫咱教会逐款祈祷的事工，咱做伙来起做一个祈祷的教会。当咱愿意祈祷的时，才有机会互别人也愿意学习咱同款来追找这位上帝，来追求上帝的帮助。第三，咱要做伙来看教会所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成做万国祈祷的殿。成做万国祈祷的殿，要安怎做才会当达到这个目的？前一阵有一个青鸟行动伫这个济南教会附近因为住伫因边仔的路啦青岛东路、中山北路所以济南教会就真积极参与，也接待这个参与伫这个青鸟行动内底这个人大部分应该拢毋是基督徒但是。通过教会真好的接待，真好的帮助这个代志小可过了后，引起真大的共鸣我想这就是一个真好的例。教会要安怎打出这个信徒圈非信徒的人来拍开，要安怎真做，互教会当真做人，无共款的人做伙来追求上帝心意的一个所在。有一句话安尼讲，教会是由基督徒所组成，但是却是为非基督徒来存在的一个群体。这句话当然真简略，内底可能有一撮部分咱来详细来讨论。但是我想这句话大方向是正确的。毋知咱敢会记蔡牧师甲咱分享
咱来用船，用一只船来比喻教会。那呢，教会应该是甚物船？会记袂？这应该有一点仔久啊，吼，考验恁的记忆。好，互恁选择题：游轮还是渔船？哈，教会是爱做游轮还是做渔船？啊，有两派哦，我讲。叫蔡牧师搁甲恁复习一下吼。蔡牧师强调，咱的教会若是一只船，就爱做掠鱼的船。游轮是要去佚佗的哦，吼，游轮是消费者哦，你开钱来要去佚佗的吼。教会毋是互你开钱来遮佚佗吼。教会咱毋是俱乐部，毋是要做伙佚佗，做伙欢喜。咱是要做伙互上帝呼召，诚做工人，做伙去做工，做伙去掠鱼。做伙将福音传到也无尽捌上帝的所在哈，所以教会是基督徒所组成，但是毋通袂记得，咱是为着非基督徒来存在。教会领受一个真重要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所以咱应该爱未信者来拍开，通过逐款的事工、逐款的活动、服侍来接触福音的朋友。会当含因来分享上帝疼甲恩典。今日也是教社奉献主日，咱要做伙为着总会、中会，甲咱教会家己的教社委员会的事工，做伙来关心甲奉献，也互教会甲社会连结即款的事工，会当成做咱教会外伸出的双手，通关心帮助遮有需要的人甲团体。也通过安尼，要互因看到上帝的疼，也愿意来追求上帝的帮助。教社这两字，我毋知咱敢有了解伊的意思吼。侪人那像教社拢会讲对社教教社啊，分袂清楚吼。教社意思就是讲教会含社会吼，教就是教会，社就是社会。教会含社会连结的一款的事工吼，所以教社事工面向会真阔吼。无拄伫咱教会范围内底，会含社区、含社会有真侪接触，但是通过安尼，咱教会要含咱的社区、社会有结连，会当来产生影响力。所以等下最后，咱嘛做伙来看一个影片吼，做伙来了解教社委员会因的事工，也邀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7节，先知以赛亚安尼讲，因为我的殿要称作万民祈祷的殿，这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就讲上帝圣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圣殿，成做万民通来敲找上帝的一个所在。教会要安怎会当成做一个万民祈祷的殿？就爱会当大心想办法，和咱的社会、和咱的社区产生连结有一个关系，建立关系。安尼咱才会当成做一个万国祈祷的殿。要会当和社区、社会建立关系、产生连结，真重要，就是爱咱愿意拍开。拍开什么？第一，咱来拍开咱的目睭，通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教会外口的人。看见教会外口的团体，因的欠缺需要是甚物？咱正式的一段经文，米迦书第6章第8节，伊你所爱的是甚物？是你着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同行。要行公义，要好怜悯，目睭刻刻是做袂到。目睭刻刻，咱着毋知影社会需要是啥，社会欠缺是啥，众人的欠缺是啥物货。要行公义、好怜悯，咱着爱大心拍开咱的目睭，看见即个社会，看见个人的需要。圣经内底也有一位甲咱讲，毋通简单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我想这拢在甲咱提醒，诚做教会，咱诚做一个信仰的团体，毋是咧向内来发展定。较重要是拍开咱的目睭，看见外口的需要，也愿意用行动来回应。第二，咱是着拍开咱的双手，将咱所得的恩典和
人来分享。马太福音25章40节安尼讲，这个事恁做伫我兄弟内面上介小智美细的一个新章，就是做伫我新章。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每一个出自真心真诚的关怀、帮赞的行动，伫上帝目睭中看起来拢是真有价值的。虽然伫人的眼光来看，这无啥物货，但是咱若是出自真心真实心来做这关怀帮赞的行动，那呢每一件代志拢毋是小代志，每一件代志拢是上帝看最重要的。第三，咱嘛着学习拍开大门，欢迎人会当进入到教会内底。我会记得有一首诗歌伊内底有一段歌词叫做“建立无墙的教会，建立无墙的教会”啦这什么意思？教会墙甲拍掉，门甲拆掉。我想，可毋是咧讲这啦实体的教堂、礼拜堂可能还是爱有墙爱有门，但是咱概念上，咱会知影教会应该无墙的这个方向来发展无墙的意思就是讲，应该去掉最限制。互愿意超找上帝的人，拢会当无受阻挡来到教会来亲近伊。所以当咱伫规划咱的礼拜堂要登起的时，咱嘛着好好来思考，是毋是伫咱的硬体、伫咱环境的设计，还是伫咱的软体活动、事工的规划，是毋是有用即个未信者？无认捌上帝人要入到教会的需要来做一个考虑，我想这是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做伙来学习。当咱教会有这款的想法，愿意拍开大门，欢迎所有的人来的时，那呢教会才有可能成做万国万民祈祷的殿。伫遮也有一个期待。当咱接续建堂的需要会哪接近的时。咱毋通因为咱建堂家己的需要，咱就将咱伸出的手帮助别人的手，帮助社会社区的手救回来。咱千万毋通袂记得教会是为着什么来存在。当教会和这个社会社区断绝关系、无关系时，那呢咱的教会就失去存在意义。当咱愿意用较济祈祷，甲上帝建立关系，咱就通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当咱愿意众人来拍开，咱就有会当成做众人做伙来祈祷、寻求上帝的教会。愿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祝福人，众人做伙祈祷，属伫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即时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成做阮的提醒甲帮赞。阮愿意成做万民万国祈祷的教会，阮要得大心做一撮改变，拍开阮的目睭，拍开阮的双手，拍开阮的大门，做也无认捌你的人，也有机会来亲近你，来超找你。主恳求你，互阮伫个思考。教会头前发展的方向的事，阮无袂记得，阮是互你来呼召，为着福音的事工来努力的一群。主恳求你，互阮拢会当有份，就是款福音事工的推动，互阮成做教会外口伸出的双手，通引带更较侪人来到教会认捌你，也领受对你来恩典。主愿将阮的教会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赐福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